我再顺便冒录一下。好，我再宣布，维尼杀青，心情杀青。维尼杀青了，对我来讲算是蛮大的挑战。在这边要谢谢。哎，你哭哎！你哭了哎！要命啊！我本来是一杀青就要马上回新加坡，可是为了大家，杀青组在12号我就改了机票，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所以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好感动。今年春天，天公爷乡下喜乐夜亚普连小剧正式开播，剧情讨论现代家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有生人的面对的压力和故事。在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带来一场精彩的好戏。这部戏我很满意的是每一个投入在这一个工作的每一个人，他其实都做好他们的本分。对我来讲，每一个演员都很卖力在演。Mate 这个家冲力最大的是 Winnie 喝完酒之后 ，Mate 把他拉到浴室里面去冲头的那一场戏。不管你是用爬的，用什么东西，你最后你是，我觉得你不会站起来，你应该是用爬的，爬的到这边捡包包，那就会凸显你的可怜啊。拍这种情绪很重的时候，我是比较不会跟大家聊天打哈哈，不然其实，在那一段时间，我其实是让自己就是尽量能够在那个氛围里面。所以我要抱着他进来到这里放，只是这一段放在这边，还是我就是我就已经怎么讲，跌坐在地上。那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也可以啊，没有什么力。我想要这样的时候，那我就直接已经拿去了。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到这里怎么下来？如果你要自己下来的话，你就要注意不要撞到玻璃。汉哥很担心我的安全，所以我们走了很多遍，那个又要一次 OK， 因为淋湿了就不能再重来。我是把他从客厅拉到房间，然后再拖到浴室。主卧浴室空间很小，然后里面还有干湿分离那个玻璃门，要把它拖进去，然后要开那个水龙头淋他的头跟身体。好，来，修什么？修什么？我也很敬佩维尼，就是丽菲，其实还蛮不好意思。那她表现得非常的专业跟敬业。对做生人的个小演员来讲，金钟跟摇的关系，唔是轻难理解的事情。挑战这个演戏的技巧，真是轻松脑筋的。有一次我们是要演哭戏，那个时候已经下午了，快没光，然后我很害怕，要是这场戏没有拍完怎么办？非常的紧张，然后妈妈也有告诉我要怎么哭，然后我的戏里面的妈妈她也努力的一直教我要怎么演，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把那个情绪拉进来。对，搭一个这个情绪，这个情绪，你虽然这一题断句，这样的情绪。最后是导演有帮我带一点情绪进去，然后过了那一场戏。然后我也很谢谢导演，希望之后还可以再遇到他们，可以再跟导演合作，还有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都帮助我了很多。在日本戏剧制度，每一个家庭都有其亲难解决的问题，其中你为了质量的家庭，就对质量用爱为名。
镜片芯片好有嘅钱，本大家生活伫恐怖之中。为了要做我安尼的角色，演员吴宗宪非常的伤脑筋。这个角色呢，他反而是比较反派的。我不烟不酒不赌博不槟榔，对，所以我在揣摩这个角色上面，其实一开始我是蛮 confused， 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办。但是那时候制作人跟我讲一句，他说，如果今天我找了一个看起来就像志良会做事情的人，那我找他就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他说他找我是因为我看起来就不像会做这样事的人。那当然，这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挑战。晚上有没有写啊？压出来，什么事有一些都溜出来。哎呀，娘死好快！你看，啊，那小刚黑皮一拜，又没冲到边来装先喊他走起，假鸵鸟。人家还没打就闪。15的14支球，这个腕。Action！ 阿爸，你来！太公啊，你放心啊，听说老钱带走了，小心啊，拜托，奶奶啊，我对你同住了，拜托啦，拜托啦。这样就会够了，哦。唔好，唔好，不得，我睇你啊！这个话不是没接嘛？对，没错啊，话没错啦。而且你可以动作再大一点，你可以挥手讲的东西不一定要推他的时候才动，你甚至在讲的时候，其实他的动作都比你大。那比你大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你用你的肢体的，不是只有脸部表情，你的肢体动作可以去抵住你的情绪，你就做。好，尾板。OK。好了，2支11，贴个3。好，检查好，我们换场。好。丽文在剧中非常多的哭戏，印象深刻就是有一场戏父子失踪了，那我回到家就是去他的房间看，什么东西都不见了，他的衣物什么都不见，确定他走了这样，他什么东西都带走了，就只有那个玩具没带走，这是代表他对爸爸妈妈真的失望透顶了。当丁玲就是我女儿，她在旁边跟我说：“妈妈，你不要哭，那个哥哥送我这个东西，那我把它送给你。”然后一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马上就崩溃。我觉得那是一个转折，就突然意识到自己多么的对不起小孩子。哥哥说他不要了，他把这一个送给我，我送给妈妈。我觉得做大人、做母亲真的好难，做父母亲真的太难了。讨论人生的有安、老愿望，安尼的情节，伫这部戏剧里度慢慢会看得到，也是因为安尼，本每在演员动态的挑战，各有特色的角色，本所有演员入到角色的过程，做会动作的功课，就会上伫镜头前表现清单调的演出。我们家这个全都是水龙头，那个水龙头一开，那个薰琪、小凯跟我，然后那个眼泪这样刷刷，不是薰琪刷刷，就是我刷刷，然后就小凯刷刷。我们这一家子真的是个个都是狠角色，大家这样飙戏，我很难得还有跟小孩子飙戏。小凯。知道要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她对我来说比较难的地方，因为她是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女生。有一场戏是我在家里等了一整天，然后我的老公跟小孩都没有回来。那我自己在看剧本的时候，我原本想象是我应该只是愤怒，我只是生气而已。可是那天我拍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台词讲着讲着，然后我就哭了。讲好根本你爱带小凯做家庭日作业，结果你还爱带佢见了呀？你有对俺伤感吗？俺都还没以前钢琴课、爱妈聚会、校外教学活动，你有对俺的伤感吗？有吗？算了啦，我讲唔讲啦。
来，我这里。我都还没进来，李在勇，我都还没进来，在勇。我没有预设要哭，我觉得那一刻我好像跟这个人非常的靠近，我好像真的可以理解陈勋奇他到底有多辛苦，在维持他表面是一个完整的状态，可是他其实是非常破碎的。追查黄龙木的时候，整个大热天，然后在车里拍又不能开冷气，太痛苦了，太痛苦了。第一次遇到有大人，然后真的是警察，然后就把我抓到车上，逼我，然后又跟他在车上待了1天1夜。因为红楼梦在戏里面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言辞，意思就是没有很多台词，所以我在车上跟他热的要死，大概有好几页，全部都是我一个人独角戏。因为我讲了巴拉巴拉讲一堆，他就是我就讲了巴拉巴拉就我就好，所以就是我整个在车上是整身汗，然后脚趾已经是这样抠住地板在演，因为可能讲歪，然后这边要重来。喂，李太太哦，喂。这么给啊！哎，谢峰，谢峰！那一整天拍完下来，我觉得我已经大概洗完3温暖的感觉，然后吹到冷风，我觉得哇，好重生了，那印象很深刻。对。有草的地方或者是空的，不要随便踩哦。踩路啊，不要踩草。你可以下去到哪里？最下面了。你可以坐到最下面吗？都你看遐，你看你行过有病的所在无？会当徛人的。小心小心。我们最后几天去拍那个他们跑到山里面的戏，我带了摄影师，带了工作人员，我们就走了一遍，把那一些没有路把它开成一条路。导演要继续走，不能停。我没停过哎。没有，你现在停下来了。导演，7点你们在山下的时候，我就已经上来拍一次了，我已经看完这个场景了。我想的有练过，像我们都没办法。有练过。导演加油！上！去拍他们跑到山里面的戏，第一个是体力上面的考验呐。美的地方，很美的地方，觉得浪漫，觉得幸福，觉得脚痛，觉得危险，觉得颠簸，越讲越惨，但是觉得开心。对啊，所以可以。山那表达过迄刻程度重要的重庆之夜，工作人员蹒跚过量。就迄味道，爱深清凉的风景，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翕摄好翕的时节，是清热的6月天，强温温的调又强热度，所有的人都做好完全的准备。只求一切顺利。对呀，因为我们今天只有已经全副武装，就防晒、防蚊、风扇、雨伞。对，晕车药、中暑药，还有什么？还有1颗坚毅的决心。那个粉刺一定都要有啊。然后今天是风和日丽，晴朗的艳阳天，正好是一定会很顺利。对啊。是冰毛巾，然后这边有冰的湿纸巾。然后还有冰的喷罐，还有已经结冻。要上车了吗？我们要拍了，我们要拍了。我们要拍。汤的一个服装是什么呢？就是中华奥运代表队的服装。哎，你那要等你来。
Tiffany 蓝配立领。对。对，只差郑雄的外套给他披上去，他就可以出国比赛。我一定可以拿金牌的，加油！右手有。好，来。我今天来的西边，在这边爬山涉水，很辛苦吗？但就是说啊，劝大家以后来西边的时候，不要就这样子来玩水，很危险。这种东西。那需要怎么样才能来？你要先穿个装备，然后要有专门的人员、救生人员来带你才可以。我们要从那个山脚下，然后爬30分钟的山，才可以到瀑布的地方，然后就脚很酸。大家费尽千辛万苦的登上了山，就是很累啊，然后自己要背一个很重的书包。登上去了之后，还有一个吊桥，我会怕走吊桥，我就看着对面的树，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然后呢赶快冲过去。很累吗？很累啊。哦。这个跑吊桥，我找了一个是只有绳索，它不像我们一般的吊桥会有板子的，它不是，它是一条绳索而已，然后两边的那一种，而且它背了很重的东西，我叫它所有的东西都背在身上。不好意思，我们在拍戏哦，不好意思。大家都很辛苦，我们在爬山的时候也是，工作人员啊，也都会互相帮忙，大家都是努力过来的。一部清好的戏剧，是由所有剧组人员同心合作，创作的完成一部大统一的作品。除了安尼，把军主题有写意的歌曲，做得本两部戏剧很较成功。把灯关上这首歌是去年的，我们客委会办的一个比赛，潮客乐的比赛，然后得了首奖。当初跟制作人还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开会的时候，那我可以感觉到，就是制作人他们真的很喜欢我们这首歌曲。每一首歌，因为他写下去好像就是否词跟曲是要 match 在一起的，所以要去做改编，我觉得是有困难的。那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我感动，所以我想要尝试看看。这次呢，因为有机会呢，可以把这首歌拿来做明天一起去乐园的片头，所以呢，我们有把这个歌词呢做一些比较符合这个片中的一个精神的方向去做了改变。沿着和迄细年的个时节，落叶，迄大年都上的迄个甜头，不过也还变成太年的。人讲个落叶送来点来。我觉得这个剧本因为叫明天一起去乐园，所以其实会有个重点，到底乐园是什么？那对每个人都不一样。3个家庭虽然都有不一样的背景，可是3个小孩都有面临到一样的问题。我们现代的生活，对于孩子的教育跟照顾有没有什么缺失的地方？我觉得也让很多看戏的观众有机会在这个里面把自己投射在里面，看看自己做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到底是做的怎么样。我希望看完这部戏的观众可以得到一份理解。戏里面的一个台词，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爸爸。你去试试看，想象你回到小时候，你最想要什么？你希望爸爸妈妈是怎么样的爸爸妈妈？重新去想一下，也重视家庭之间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虽然很黑暗，虽然很沉重，但是我相信它是有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尤其是有孩子的爸爸妈妈们，更要去关心、多注意一些孩子们的想法，而不是把孩子当成替代品或者是炫耀品。每个人就是要互相体谅、互相关怀。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话，要提出来跟家人说，然后呢，要全家一起去解决。可能很难描述你具体心中最完美的乐园是什么，而这个乐园不在于它有多漂亮，然后里面有多少资源，而是这里面有谁。真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个乐园，可是怎么去那个乐园呢？拜托，睁开眼睛，打开心，跟旁边的人好好的沟通。就是我想要让蛋怪众知道，所有的乐园，就是心里面的那个乐园，应该就是你身边亲近的人，然后所有人围在一起的那一种就是一个乐园。那我也希望，希望看这一部片的观众们，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身边最亲近的那一些人，多挪点时间陪陪他们。自